首先咧，會為我哋嘅音樂進行呢個點睛以及參加掛紅，有請勞動處長以及陳鑑林先生 SPSJP 為我哋嘅金紅進行點睛儀式，有請兩位。金筆點睛，大吉大利，事事順利啊！接住落嚟有請林志傑博士 BBSMH 以及吳敬威先生為我哋進行金龍嘅參花掛紅儀式，有請兩位。三花掛紅，國運昌隆，人人身體健康。接住落嚟咧，就係我哋今日一眾嘅醒獅，有請。同時咧，亦都有請馬麗薇女士、李明先生、江志華先生、鄭運輝先生、陳明廉太平紳士、黃錦超博士、黃國恩先生、吳敬威先生、李達仁先生、梁達邦警長以及鄧康士道長為我哋嘅醒獅進行點睛儀式，有請咁多位。幫手打水晶，一隻，嗰度，你行中間，中間。金筆點睛，目光銳利，精神爽利。點睛過後咧，繼續咧為我哋嘅醒獅進行參花掛紅儀式，有請陳偉坤先生、黎榮浩先生、柯木森先生、呂波先生、周秋琴女士、鍾根先生、李漢雄先生以及鄧梁鳳儀女士為我哋嘅醒獅進行參花掛紅儀式，有請咁多位。參花掛紅，國運昌隆，祝願我哋黃大仙人民個個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多謝各位主禮嘉賓。咁喺我哋金龍同埋醒獅進行完呢個